好，来继续来看的是这个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陈其迈大动作来刊广告，讲高雄挺香港，结果去互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提甲惊体，讲这个民进党哦，大概拄着选举，就甲香港搬出来，啊选了就阁无了了，拢是选举的操作。候选人吴益政嘛认为，伫这个广告的下边阁来写补选投票的日期，这根本就是咧消费香港。啊，陈其迈是回应讲，挺香港一直以来拢是伊坚守的理念。报纸大片广告，高雄挺香港，欠的是陈其迈挺伊牵涉到违反港版国安法，互人掠去一团媒创办人李志英，将本来排定的竞选宣传变成支持香港，安尼做互民众党主席郭文天真不满。没有，每次选举到了就拿这个出来，选举完又没有了，那实在是。郭文天愈讲愈生气，伊讲香港议题变成选举时阵的提款机。下面是8月15，大家一起出来哈。那个这不是消费香港，那是什么？那什么才叫消费香港？称香港的民主哦，我都坚持我的一个理念，这个是我的风格嘛。国民党李美真正多讲过尔，参选了体会到好野人甲善假人的差别，一直批评陈其迈选举资源有够尽。这柯市长也有讲过啊，就是对方的资源会非常的多，这次选举就深刻的感受到。各阵营之间会有味是愈来愈高，明显看得出来，南北两位候选人都是针对陈其迈，伊嘛讲用伫选战最后的时刻，争取更较侪选票。